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06賽馬頻道。就星期三，我本人就冇擺片出嚟嘅。原因之一都想即係俾自己一個休息啦。第二樣嘢就都開咗呢個頻道都差唔多1個月啦。都想希望係即係有啲改善空間咯。因為其實我都留意到啲觀看次數唔係話特別多。會唔會可能即係要改變下嗰個策略呢？因為其實唔可能係就係一本書睇到老啊，或者將啲嘢擺晒喺即係將所有雞蛋擺喺同一個籃度咯。咁變咗我都會即係叫做係就星期三嘅賽馬日，咁我唞一唞，就希望有啲改變，希望就俾到大家一個新鮮感去咩啦，咁都要變㗎啦，因為其實都。一嚟馬季剩翻我諗2個月嘅時間啦，都13號咯，係咪先？咁你今日14啦，咁其實都15號殺科啦，即係7月15號，咁都淨係就係剩翻2個月咯。咁所以變咗就真係要作出一個改變咯。希望大家中意啦。如果 OK 嘅，真係 share 俾即係身邊對賽馬有興趣嘅朋友。係啦，就係咁樣。事不宜遲，先講下頭場嘅5班1800米先。我自己其實咧着焦點嗰個位咧，我就唔逐隻馬講啦。其實如果你話着焦點，我一定放喺4號、6號同8號度嘅。先講下4號先啦。其實即係首先睇下4號先，即係當然呢隻馬呢一季內就交代咗，但係我覺得我點解會揀佢咧？其實個原因之一就係即係佢喺呢個路程，佢係贏過2次先，呢樣嘢唔需要太過擔心。第二樣嘢就係你諗下其實周俊樂同佢唔係冇贏過啊。咁當然啦，呢樣嘢就真係要好睇臨場，因為都嚟緊呢幾日都落雨啊嘛。咁變咗你要睇下嗰個時嘅場地係點咯。因為有啲馬即係黏地啊、軟地，甚至即係呢啲地咧、變化地咧，就真係可以叫做跑得好。但係有啲真係唔得，唔適應，冇辦法。咁當然每隻馬有唔同嘅，咁我就覺得呢啲就睇下隻馬點啦。呢啲即係冇得咩噶嘛。所以呢啲就咩啦。咁我自己咁當然啦，一定要揀翻嘅。咁你同埋鄭俊偉都係爭我諗1 win 先至畢到業啦，即係叫達標啦嚇，同丁冠文一樣。咁我自己一定會留意翻。至於齊歡再落，咁當然啦，你放完幸搖上去，減埋嗰10磅，就係擺前面走咯。你諗下，其實你1800今季贏嗰2場都係擺前走嘅，咁我自己會覺得就係咁樣咯，唔需要話太過執着咯。總之擺前面走係咩㗎啦。咁當然佢會有機會就係精算特殊都會走埋一份咯。所以呢啲就自己咩啦。係就係咁樣咯。所以齊歡再落點都會揀嘅。至於你話8號開心3多，咁你轉到嚟貴福特道，即係轉到嚟貴福特道啦。咁其實潘頓騎就唔係話唔得，係真係唔好彩，次次遇到慢步速咯。咁希望步速快少少就唔好慢啦。同埋其實志偉一句説話，佢跑變化地，佢唔係冇跑過嘅，都唔係話好差。咁擺得潘頓上去，潘頓爭8 win 就可以達成到2000 win 呢個夢想，點都同你盡力嘅。你諗下追風都係咁啦，你留到咁後都同你跑上嚟，真係潘頓近期有心機㗎啦跑馬。咁當然啦，天唔天線邊嗰啲就真係另外啦嚇。咁所以呢場呢，深水堆價講就講咗㗎啦，總之4號、6號、8號就係咁樣咯。其他馬其實就唔需要話特別多咩嘅。你諗下，即係你比如翻江南勇士，根本又唔係呢個路程嘅專家。你光輝歲月泥地積，富裕君子又對沙田盲滿路程。咁香港神區轉咗人，又唔係呢個路程專家，一定要跑長嘅。咁呢啲冇得講啦。美麗多贏係佢都贏過呢個路程啊。咁但係即係即係落都變化都咩啦？你諗下點樣咩咧？即係點樣繼續贏落去咧？所以未必話好揀到咯。美麗多贏咁，如果你哋想揀，其實就冇乜問題。我自己就覺得所以4號、6號、8號就係咁解，就係咁樣咯。好，接住落嚟第2場嘅41000米。
咁啊呢一場我自己會揀，即係先揀4個鄉村威龍先。即係嗱，即係直路賽你抽14檔，就等於轉彎路程嘅一檔，好跑好多嘅。咁啊呢啲同埋你諗下蔡約翰，佢都可以有權爭冠軍練馬師嘅。你諗下星期三過去嘅星期三，沈集成3面已經爬到上嚟榜首。咁所以其實蔡約翰佢都會照爬嘅，冷門馬房睺住佢啦。你諗下呢組試閘其實唔算咩㗎，你見其實即係你諗下，呢啲當然要教一教啦嚇，冇辦法。馬會啲馬係咁，即係個網係咁。咁其實你見咧，即係嗱，你當然前面嗰隻勁確好勁嘅走甩咗啦。咁啊呢啲，咁啊你諗下，其實前面嗰隻馬走甩咗咯。你嗰個試閘跑緊10萬圍，佢同你咁樣咧，算係咁噶啦。咁當然啦，後尾個終點嗰個位就收窄咗啦個距離，因為可能確好勁嗰個位咧就乜嘢。咁你諗下，其實浪漫鬥士尋日都贏咗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唔錯嘅。試課習啫，其實就當然落場跑就另一件事啦嚇。咁我自己都會揀翻佢嘅，即係當然啦即係有時嚟到呢個時間咧，啲馬唔需要話好熟嘅，因為你過多幾耐過多2個月殺科啦嘛，你其實夠用就得嘅，唔需要話好鋭。成日就係講呢啲嘢，咁所以鄉村威龍一定要揀翻。咁啊，另外至於揀翻就智力之城啦，我自己會揀翻，因為其實你諗下，你對智力之城，你對住上次個對手之父同一鋪掂晒就破咗個盲本數據啦，就係關於田泰安嘅。咁啊，直路賽咁耐冇贏過，贏翻場爆冷差倍。咁之父其實係即係起碼嘅係佢2次都入 Q 先，即係證明個能力係有嘅。咁啊，至於智力之城啦，我自己你睇翻佢個餘勢咧，佢唔係冇嘅，只不過嘅係可能即係有馬逼佢唔中意，變咗就咁啊爭啲就係咁解咯呢啲。咁啊之後而家衝賽出，咁啊我諗都希望希斯都想咩㗎啦。你知其實希斯都唔係話都係爭冠軍練馬師嘅其中一份子，唔會手軟嘅呢啲係即係你諗下突然間同佢跑近。咁一步一步嚟嘅，咁你話就算唔 win 都有 pay 啊，所以其實我覺得4號同10號呢一對走唔甩嘅。咁啊，至於講埋啲12號飛來霸，我自己覺得咧，飛來霸其實呢一場輸咗咧，我諗個問題就係在於有馬逼住佢唔中意有馬逼住佢一定要單騎領放講緊。咁你諗下即係你有馬逼佢唔中意。其實呢一場其實佢可以當佢放頭處理嘅呢一場即係呢一場。你諗下嗰隻枕頭之星走咗去內欄嗰個位，咁你諗下其實點樣計嘅？咁你計佢當放頭咯，因為其實枕頭之星走咗嗰個位啊，即係變咗你唔可以話，即係你只能話佢同枕頭之星係放頭咯。咁直路賽就好講放頭呢樣嘢噶嘛。你邊隻快放到頭，咪邊個贏咯？勝局已經定咗噶啦，直路賽。咁所以我自己會先揀翻4號、10號同12號先。咁啊，日出東方咁啊，再講埋啦。因為其實日出東方佢唔係冇實力嘅。你諗下，佢都係初出試一試，跟住即刻都連場都已經上名贏埋。咁略嫌就係覺得始終佢3歲仔孭住個重磅係真係難搞啲。咁你唔緊要啊，咁你咪放袁幸堯上去咯。袁幸堯同你減埋咗10磅。咁啊，都可以係交代嘅其中一份子，所以我自己呢場會第2場嘅心水，我自己會揀翻1號、4號、10號同埋12號，就係咁樣咯，呢4隻。咁啊，接住落嚟第3場嘅5班1200米，咁啊，即係先講下，即係如果我自己會揀翻就先講下紅海風帆。咁啊，紅海風帆我就即係例如呢樣嘢就始終係一隻喘名嘅馬啦。咁但係你俾佢走得順就唔同㗎啦。咁但係當然啦，佢喘唔喘名就冇人知，所以其實呢一隻都可以諗，但係你話買唔買得過，我諗就唔適宜話大注咁買咯。即係我自己覺得，雖然佢個班次上咧落到嚟一定賺嘅，咁但係當然啦，
即係要睇一睇佢咩咯，因為自己都擔心呢樣嘢就係佢選民咯。咁果然僥倖，我就成日覺得佢唔好彩嘅就係因為大外檔再加重磅咯，即係其實佢呢個分佢又未至於話需要減分落去嘅。咁即係雖然逆咗住，即係逆咗手啦，即係個馬主就咁，但係其實連場都近嘅。係上次就我覺得就可能即係外檔同埋重磅就冇辦法啦，大外檔咁你好似抽4檔，個磅就相對嚟講冇135磅咁重。呢一隻都值得留意咯，同埋佢比較比紅海風範穩陣啲嘅就係佢冇選名啊嘛，點嘅係咁自己會揀翻先咯。快樂高球高球係都犀利嘅，係呢隻就難贏啲咯，我覺得自己就會咁樣睇。咁1000、1200、1400都同你試，今次1200啦試埋，咁又係唔好錯抽外檔咯。即係你話揀唔揀得落手，咁批一直可能都會為之一直都揀一揀佢，但係你話Win 就唔好揀啊，呢隻就首進咁都係跑翻呢個路程。係個檔中檔少少啦，即係六檔。但係6檔就還6檔，咁我自己就覺得都隔咗一格啦。尤其有大圍馬房，咁佢都破咗個即係數據就係都有連接碼嘅，只不過佢係1期1會咁解咯。你當咁我自己就覺得你都繼續揾翻阿布文，咁唔出奇。咁你繼續揾布文嚟試，咁佢布文又唔放手，咁梗係揀佢啦。咁其實我都即係照舊都揀嘅。男爵爺都轉咗倉去貴福特道就近啦，開始近啦。我自己咁樣睇就我即係照包住佢咯，因為你諗下，即係唔但求話轉倉即贏，咁但係你話有即係突然間佢試過突然間入 Q 嘅，跟住就有走樣啦，就一定㗎啦。尤其可能1400真係唔適合佢，去1200啦。咁1200其實就我諗係叫做稍為好少少啦，因為其實你睇佢往績1200真係好過1400，係咯。咁總之其實呢隻馬真係我諗仲要轉埋貴福特道，咁真係值得留意呢啲。至於7號百里旺啦，我自己就落到嚟呢個班近喎，又開始即係你諗下上場就要入 Q 添喎，即係雖然佢冷少少個，即係佢叫做有批嘅，即係當然啦，要每次都要隔一隔。咁我就係擔心就又係呢個情況咯。即係你上場入 Q， 跟住你走樣，我就住下一樣嘢啦。咁你當然啦，你今次換埋人咧，你放阿周俊樂上去，咁咪即管睇下幾多咯。有2檔係咪先？上次都係1檔啦，咁你一定係好跑，因為尤其私家3欄。就係咁咯。咁至於城中勇士啦，我自己會包翻，就係因為繼續跑呢個路程，繼續做元亨耀減埋嗰10磅，好跑好多啦。咁呢啲就同埋都係叫做谷底反彈啦嚇。城中勇士都呢啲都值得留意啦。繼續用元亨耀去跑，所以呢啲唔可以忽視嘅。戰企飛冷冷地，我諗都可以再去留意下呢啲，因為其實你轉咗倉，即係由蘇格蘭轉去丁滿河路，即刻已經入氣啦。呢啲可以跟進下咯，呢啲。所以我呢場我自己會揀翻就係即係1號啦、4號同埋6號，再加埋9號。即係2號就同12號、2、3、12呢啲就咁3、2、3、12咁3，我自己都頭先講過就係話位置一定係推介俾你哋㗎啦。2號同12號你哋自己決定啦，呢啲就。接住落嚟第4場4班嘅1200米，我自己呢場會講即係揀翻就係1號啦，先講1號先啦，就
咁啊1號4，即係我呢場先講就係1號4號同埋10號，我自己會揀翻先嘅。咁啊就先講下1號啦，和道鋒。咁其實我就覺得嗱，一嚟咧，我覺得上場就重磅，再加真情都200，難度都高嘅。其實你諗下，你要克服兩樣嘢，其實即係你克服重磅已經唔容易㗎啦，3歲仔，你仲要叫佢跑多200喎。我諗呢啲就試一試無妨嘅。咁你當然而家你翻嚟自己贏馬路程先。咁你重磅你克服咗一次，咁預期你可以，我諗相信你可以再加步，你擺埋莫雷拉上去。嗱，我唔敢講話你落，當然啦，你攞翻尋日星期3嗰個例子，咁就唔可以作證明㗎啦。咁啊呢啲同埋你諗下，即係而家深澤成過咗你哋過咗廖康明、方卡白頭，話唔定佢哋反先翻你咧，係咪先？呢啲嘢話唔埋㗎嘛，所以其實1號真係值得留意。咁至於星光大道啦，咁繼續元幸搖騎啦，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元幸搖發揮得幾好，因為其實呢一隻馬就南非馬主嚟嘅，咁元幸搖喺南非實習嘅時候都有騎過呢一隻馬，咁我諗你話元幸搖都會俾心機去騎呢啲馬嘅，其實咁所以呢一隻都唔可以忽視。咁啊，至於10號嘅天天更好，你其實諗下上場都係即係輸咗俾堅先生，係堅先生就即係贏個距離姿態係輕鬆，你係冇得追。同埋其實再一次講就係而家去到目前為止都係擺前啊貼欄呢啲着數。咁啊呢啲都其實天天更好已經跑得好好㗎啦，所以其實呢一場我諗你話要再交一啲都唔奇。咁所以其實呢一場我自己會先揀翻就係1號4號同埋10號嘅推介俾大家咯。因為其實你諗下11自問一句説話，每次都唔好彩抽大外檔，今次翻嚟沙田又係咁，即係呢啲冇計傾。你同準輝煌一樣又係就係咁樣咯。咁啊，至於女神咁，我就覺得你轉咗倉都係需要啲時間，即係我同之前條片都講過，其實女神就係個組別，即係贏馬個組別弱啦。咁你係需要隔一隔先得嘅，咁就係咁樣咯。咁啊，接住落嚟第5場4班嘅1200米，咁啊落班馬正極啦正極就其實落班就冇乜嘢話，即係特別好嘅。同埋我覺得呢隻馬就真係正極就叫做即係1200未必啱佢，即係我諗1400、1600會好啲，因為你可能係一隻要撻嘅馬咯，同埋又係力短，咁1400會好啲嘅。咁如果佢考1400，我哋先留意佢啦。咁呢場啦，我自己先會揀翻就係3號同4號嘅。咁先講下3號，其實利高八斗就都真係算好嘢。你初出揾元幸搖，咁同你入戲啦。咁你上場換一換田泰安，咁因為元幸搖上場騎星光大道啊。咁你諗下再贏，咁你諗下你上場輸咗俾包裝天王，冇嘢好講啦呢啲。咁我所以其實出色嘅呢場馬跑得，即係呢2場起碼跑得近。咁所以其實利高八斗我自己一定係爆飯預期，佢都有機會 win 到添。咁至於4號金創福威，咁其實都證明3班唔夠跑，落到嚟4班。咁但係有樣嘢咯，因為佢係喘名底嘅馬嚟嘅，咁你唔知佢幾時喘名啦，一嚟。咁二嚟其實都今季嗰場頭馬其實季初都贏得問嘅，僅僅贏個鼻位，咁所以隔一格都要㗎啦。咁同埋其實都個評分都翻到去自己贏馬嘅分數啦。咁我自己就會即係留意翻先咯呢個位。咁同埋佢都係即係叫做點講咧？即係你要留意下佢有冇喘名咯呢樣嘢。咁你3檔係，咁你贏馬都係抽啲內檔位，咁我覺得你抽3檔個問題真係唔係話好大。咁你繼續用贏馬配搭楊明倫，咁我覺得真係咩咯？咁至於另外講埋5號同6號，我先講5號先。咁5號就我覺得又係就
你上場就贏得出色嘅。咁當然啦，因為你始終贏嗰個情況就係你即係叫做落雨。咁雖然場地佢聲稱就話好地嘅，但係我就覺得就唔可以咁樣唔可以咁樣計嘅。咁當然啦，如果星期日落雨嘅，咁我覺得我有信心佢交到添，因為佢適應到個變化地。咁所以其實呢場真係會留意。至於武林盛宴，咁啊再講啦，郭富城嘅即係初出馬，我自己就覺得咁睇嘅，因為其實郭富城每次買翻嚟嘅馬初出都唔贏都同你上名嘅，唔贏都同你上名嘅。所以其實我覺得唔需要話即係擔心啲乜嘢咯。咁啊，武林盛宴都預期啦，因為你放莫雷拉上去，咁啊呢啲就唔需要話太過咩嘅。咁當然啦，佢試閘就唔係話特別出色、特別叻。咁即係再強調啦，唔需要話好叻嘅試閘，即係夠用就得㗎啦呢啲。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會留意翻先咯，武林盛宴呢一度。咁啊，另外咧講埋隻巴閉精。咁啊，巴閉精咁都先講啦。其實初出都跑過第4，咁唔差㗎啦。你諗下，你對住嘅贏你嗰啲係乜嘢？利高八斗、同喜千夫不醉，同喜再出都同你入 Q。利高八斗咁啊又入 Q 嘅，咁證明其實呢兩隻馬係叻啊。咁你諗下，你輸俾乜嘢？堅先生再出就贏嘅。咁啊，所以呢啲真係唔可以即係忽視佢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尤其最緊係潘頓唔放手繼續跑啦。咁我一再強調潘頓要達夠2000 win，咁一定係加多幾錢肉緊㗎啦，同你哋就係咁樣咯。咁所以我自己就會先包翻就係3、4、5、6、7呢5隻啦，就係咁樣。所以其實減碼範圍就係咁樣。接住落嚟第6場嘅3班1200米，咁啊先講下1號耀寶，咁啊耀寶咁啊唞咗一唞啦，即係都即係點講咧？佢唔係戰寶，唔好意思啊，睇錯呢啲就咁啊唞一唞啦，叫做咁啊。雖然流過鼻血，咁啊都係啦，咁叫做養翻好先啦，唔敢話再操勞你啦。咁啊，再回配翻潘頓，咁希望啦交到啦，同埋唔好再流鼻血啦。呢啲就真係自己就即係起碼即係叫做穩定翻先好健康。咁啊，即係咁啊，講埋星月即係星月飛雲先啦。咁啊，星月飛雲我自己就未必話即係叫做好揀得落手嘅，因為其實你上場用埋莫雷拉，其實個效果真係唔係話特別話好出色嘅。咁啊，當然啦，咁你話俾翻布文咁希望佢交到咯，因為其實我諗佢個跑法就即係我覺得就略為被動嘅。星月飛雲就因為即係星月飛雲我就覺得即係你夜晚係要帶後上嘅。咁嗱，尤其啦，唔知星期日落唔落雨，如果落雨就真係唔好理你嘅。咁啊，所以呢一隻都只能夠話咩咯。咁至於健康快車咁我自己就覺得就連呢兩場就失望嘅。咁唔知點解啦。咁其實本身都開始近嘅時候又走翻樣，咁今季又未交代，咁繼續用阿少禮2檔，咁希望就交到咯。我自己就覺得呢啲即係我就係唔知點解呢啲馬突然間走樣，冇人知嘅呢啲嘢。咁啊就係咁咯。所以你話頭3隻我都自己唔會話揀㗎啦呢啲。咁啊，正本巨星，你話揀唔揀？我就唔揀㗎啦呢一場。即係你諗下，其實出閘試閘嘅時候個表現都只係令人話叫尚可。咁
當然啦，你方家柏都俾阿沈集成過咗頭，都要出擊都唔係咩嘅。咁但係沙田喎，唔係你夜馬嗰個主場啊嘛。咁至於飛馬座啊，我自己會揀，即係你諗下飛馬座都贏一場，都隔咗一格啦。咁試下揾阿袁幸堯減磅啦，即係減到10磅。我自己會咁樣睇就係即係我諗要回一回啦，同埋其實始終紀仁安同你贏嘅嗰一場，咁你睇下咩，即係袁幸堯發揮到啦一嚟，咁二嚟就即係我有時就覺得樣嘢，你好似即係我似怕袁幸堯好似星火燎原咁啫，明明出閘 sharp 嘅快嘅，你突然間拖後，只怕就係呢樣嘢啫。咁就係咁樣咯。咁長勝金剛咁點咧？轉咗倉，但係其實佢有贏過嘅喎，我自己就咁樣睇。咁跟住走樣都走得幾犀利，上到嚟3班，今次都未必揀到。咁滿領多好呢啲就即係睇試閘咯。呢啲其實你話試閘都跟好位，都叫佢自由發揮。咁呢啲冇啊睇。咁就呢啲即係睇直，即係其實佢試閘唔係話差嘅，佢同你跟跑咯，你起碼有跟跑先啦。呢個位呢啲係啦，即係叫做起碼保持先，保持同速，唔會話末段力弱呢啲先。咁其實你諗下隔離嗰啲都上前啦，同你保持呢個勢。如果你係利放頭嘅，你真係起碼嘅係呢個位，你唔會輸蝕先。我自己就咁樣睇。咁傑出雷霆咁亦都係啦。咁開始有成績啦，咁呢啲都真係要留意咯。講咗咁耐啦，咁就會即係呢一場馬，我會揀翻嘅就係先揀翻就係10號傑出雷霆先，因為其實你諗下佢開始近啦，咁佢唔係突然間近喎，佢係慢慢同你近。咁預期我有信心佢可以交代到。咁至於飛馬座，我諗就係袁幸堯應該都吸收咗星火燎原嘅經驗，就唔會話再留到咁後噶啦。即係飛馬座呢啲，咁希望佢交到咯。咁至於耀寶，咁睇下係咪可以好似追風咁樣，就係其他人騎唔得嘅，潘頓騎先得嘅，就咁樣咯。所以呢場我心水推介自己揀翻就1號、7號，同埋10號，係啦，就係咁咯。咁接住落嚟第7場，咁4班嘅1400米嘅路程，咁我會自己揀翻就係1號嘅。咁先講下1號先啦，自動自覺。咁我其實覺得算係咁啦，即係你擺袁幸堯上去，起碼嘅你擺袁幸堯上去，即係一檔佢真係做得到應該要做嘅嘢，就係擺前放，唔好理咁多，放就係放。邊個騎都係嗰招放。咁但係今次9檔，你上次1檔就好輕鬆啦，係咪先？你都係臨門嘅，即係輸咗俾2隻嘢啫，一隻係哥倫布好出色嘅喎，係咪先？你諗下，人哋大漏閘都係追入翻 Q 嘅，倘若唔漏閘，我諗贏㗎啦。咁當然啦，哥倫布都係同場喺呢度嘅。咁你睇下佢嗱，睇下佢慢閘啊呢啲。佢試閘都可以慢㗎，佢喺跑馬地試都慢咗少少，冇慢得咁犀利嘅。我驚佢臨場又慢啊，因為哥倫布呢啲。咁當然啦，我覺得一樣嘢嘅莫雷，如果哥倫布咧騎嗰個潘頓咧，我諗就真係我會挑剔嘅就係，我諗潘頓唔會同你追，即係你輸成條街喎。講緊嘅係，即係咁當然啦，莫雷拉都好心機，起碼對得住我哋，即係一班馬迷先，即係我哋呢啲。呢啲都即係會留意先啦，高度留意先啦，尤其哥倫布。
我會揀埋3號8000好運嘅，我自己會揀翻。咁8000好運咁啊，其實都犀利㗎啦！你諗下，1000跑2場之後跳程去1200，咁都 OK 啊，入到 Q 先啦。係近呢2場就略為有少少失望。咁啊，當然啦，你夜馬又好咩都好，其實就跟前嘅。你即係留後啦，尤其好似過跑馬地呢場咁，其實你留得咁，你其實可以放嘅2檔，好放好多添，慳好多，做少咗好多嘢，都係唔放，咁咪出事咯呢啲。我自己就咁樣睇咯，即係一隻跟前嘅馬，你突然間留後，唔好講話隻馬搶唔搶口先，你留後就瀨㗎啦，冇可能追均速馬。咁啊，另外我自己就其實冇㗎，其他心水咁，所以其實呢場我心水推介就1、2、3，自己就即係其他馬就唔會話搞㗎啦，即係其他呢啲就係咁。接落嚟第8場4班嘅1800米，咁啊我自己會先揀翻赤風嚟先，因為其實赤風嚟真係出色嘅，即係莫雷拉嗰次請假啦，就冇喺香港上陣啦嗰2日。咁轉咗布浩榮，其實都爭啲贏㗎啦。赤風嚟係真係臨一腳俾風火行運鏟咗上嚟。咁啊，當然啦，你今次回配翻莫雷拉，咁其實證明到就係隻馬真係叻出色線，起碼你係即係你諗下莫雷拉騎佢真係留得太後，真係唔係好發揮。咁唔緊要啊，布浩榮試咗一次中字型嘅 OK 冇問題。咁你今次莫雷拉吸收咗一次經驗，就係咁樣唔得，咁你咪試下跟前咯，睇下效果如何，係咪先？你臨門上次都輸咗俾風火行運啫，咁所以呢啲真係值得留意啊！呢啲咁啊，至於另外5號啊，超開心就轉倉啦嚇，轉倉都叫做回配即係配入潘頓就贏嘅。咁當然啦，今次唯一一個挑剔點就係跑多200，睇下得唔得啦隻馬呢啲，咁係冇嘅呢啲睇血統咯。咁血統係到就到，唔到就唔到㗎啦。咁血統就都可以嘅，預期都咁啊，希望得啦嚇，跑多200，我自己就咁樣諗。即係既然潘頓都唔放手，咁其實係有一定嘅原因嘅。咁啊係咯，就係咁。咁啊另外就百勝金龍，其實我就覺得上場就都係。嗱，當然啦，百勝金龍我預期，我覺得我會推介俾大家係一個叫冷，即係冷少少嘅，可以留意下。因為始終你要記住，佢贏馬佢係爆冷贏嘅，但係佢係因為關於就係個地嘅問題。咁佢係喺好似立地度贏嘅。咁啊，睇下落唔落雨啦嚇。咁啊星期日如果落雨，咁佢呢一隻都有機會再爆再冷添。咁你話會唔會話88倍咁冷？我諗就冇㗎啦，預期都10零倍啦嚇，預期都。咁如果唔係跑變化地，冇辦法㗎啦，你預佢一定走樣。咁啊，另外我自己揀翻就係鴻圖大戰啦，其實上場都出色㗎。你諗下，你輸咗俾風火行運，赤風嚟呢場又跑啦，咁證明到你係開始近先啦，鴻圖大戰。咁當然啦。你呢個積係變化積嚟嘅，咁你今次換埋人，換阿布浩榮上去，上次14檔，今次1檔，天與地嘅問題嚟嘅啫。咁睇下都係嗰句啦，臨場落唔落雨咯呢啲。咁如果唔落雨，咁睇下佢會唔會走樣，或者能唔能夠保持啦。即係唔敢講話你一定贏添，你保持到有批入 Q 已經得㗎啦 ，OK 㗎啦。咁另外我會揀翻嘅咧就係發財金戈，因為始終其實另外就發財金戈，因為其實始終發財金戈就我覺得上場佢有追，其實佢擺前嘅，係覺得即係我證明咗一樣嘢，佢唔係唔適應先。你因為無險東都知道嗰日落雨擺前係一定着數㗎啦。咁呢啲真係佢又繼續，即係你諗下
練馬師又俾佢繼續騎，佢自己又肯騎，咁證明都好肯交代啊想。咁你上次12檔都咁樣，你今次排7檔，慳咗少少嘢㗎啦。咁希望佢有入到一席位置咯，唔敢講話佢贏嘅呢啲。咁啊，所以其實呢場我心水推介，我自己會揀翻4號、8號同埋13號。咁我自己就咁樣睇，睇下嗰日落唔落雨啦。落雨就包埋百勝金龍。至於超開心就睇佢到唔到啦。因為有時覺得唔到咧就冇嘅。如果佢真係1800唔到就真係冇嘅，唔到就係唔到嘅呢啲，就係咁樣。接住落嚟第9場4班嘅1400米，咁啊先我自己咧會揀翻就係7號嘅紅財先啦。咁紅財咁啊就上場就跟前啦，亦都食住咗個形勢就係跟前好着數。咁啊當然咁啊。如果繼續食住形勢，預期仲有得贏，可以打贏添。咁你今次抽埋2檔，好跑好多添。咁另外我自己會揀翻就係12號嘅星光快驅啦。咁上1400，咁證明咗係一個出路啦。咁亦都就係改咗，即係重戴翻個面箍。咁真係證明咗係隻馬係灌注到先，唔會話即係分心啊嗰啲嘢成。咁繼續係嗌到拿跑。咁預期佢有機會。再有成績添，你上次都係講緊輸咗俾勁用王區，勁用王區，你諗下佢 A 欄喎，A 欄掟出邊冇問題啊，男神都係咁啫嘛，你輸咗俾男神勁用王區，即係問題真係唔係好大。咁另外我自己會揀翻就係捕捉高手先啦，因為其實捕捉高手都真係。繼續係跑呢個路程都係出色。我略嫌上次就係佢抽咗個13檔，咁你諗住抽6檔咁即係就好跑好多先啦，唔會試咁多嘢先咯。咁所以其實呢場我自己會揀翻就係7號、11號同埋12號，係啦，就呢3隻。接住落嚟第10場嘅3班1400米，咁呢一場我自己會揀翻就係5號啦，5號安泰。咁安泰咧就即係起碼嘅係佢近呢4場係成績唔錯先，即係咁佢上班即係本身以為佢升班唔得嘅，原來升班可以咁近，可以再跑近喎。你講下你嗰次輸，你潘頓奇嗰次都係輸咗俾重情重義啫嘛，咁證明到唔錯先啦。咁即係之後其實佢泥地草地可以同你兼顧冇問題。咁艾少奶咁白檔咁冇乜問題啊。咁我預期覺得佢有機會贏添，係咪先？3班唔需要話即係起碼破翻個即係破個盲滿數嘅先咯呢啲。咁另外我會揀就係超輕鬆咯，因為其實超輕鬆就即係你叫做喺1600，1600係真係唔得，唔緊要啊，翻落1400咯。咁1400你輸俾咩啫？大眾福星、首飾天空再上2班都贏啊，變化地都冇問題啊。咁你諗下出色啦，證明到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唔需要話太過擔心，我自己會揀翻。咁另外我即係津智神啦，我覺得就即係當然啦，你跨季贏叫做跨季計埋2場，咁跟住再入 Q， 咁之後就可能有少少失色啊、走樣呢啲嘢成啦，咁唔緊要啊，咁咪隔一隔先咯。咁我諗佢係時候翻嚟㗎啦。你上場同超輕鬆都係嗰一組嚟嘅，咁我覺得佢哋兩個會有勝負都唔奇啊呢啲。咁我自己會留意咯。咁所以其實呢場我心水馬推介，我自己會揀翻5號、8號同埋10號呢3隻，就係咁樣咯。咁接住落嚟第11場3班嘅1400米路程。咁先講下1號就自己揀翻先啦，就大眾福星先。咁大眾福星我自己會就啲放莫雷拉上去，咁亦都係唯一贏馬拍檔啦。潘頓都
練翻同你近㗎啦。咁係覺得一樣嘢，你輸你跑第5嗰次，你上咗1600冇咁唔緊要，咪當抹咗佢咯。咁你今次繼續用莫雷拉，咁你諗下上場都輸咗俾首飾天空，首飾天空再上2班都贏。頭先都講過啦，呢啲嘢就咁所以值得留意咯。另外我會揀埋神池嘅，咁神池就季內未交，首先啦，季內未交代，咁亦都係可以跟前守好位或者中字型後上都得。咁係唯一就係季內未交代，同埋其實我就覺得呢隻馬就上2班就可能唔夠跑，咁回到嚟回翻嚟3班係時候交代啦。始終季內未交代。咁至於焦點爛馬，我只會揀翻就即係我自己心水冷馬啦。咁天然數字，咁點解我會揀佢咧？咁首先第一睇翻呢度先。佢曾經布浩榮喺澳洲同佢贏過。咁呢啲就唔需要話懷疑嘅。咁布浩榮都接咗手，都同你叫做即係冇輸得咁遠先。咁即係你輸咗3個馬位啫嘛。咁你仲要你上次跑1600，今次跑1400縮程喎。咁唔緊要㗎。咁當然啦，佢初出跑1400嘅，咁1400唔得，咪1400唔夠，咁咪跑1600咯。1600唔夠，跑翻去1400咯。咁你起碼嘅係你跑到隻馬係時候先，你先至贏到嘛。同埋係始終徐雨石呢啲就係佢嘅，亦都係呢度馬房徐雨石馬房嘅特色咯。咁所以嗱呢個即係我自己冷馬推介就係咁樣咯。另外就係自己會揀翻就揀埋開心老闆啦。因為其實開心老闆我就覺得嗱，即係唔好話介意尤達榮啲馬，我自己就覺得佢星期3已經破咗個盲滿數據，就係佢又打馬。咁睇下呢隻可唔可以再破埋呢個數據啦？因為我自己覺得一樣嘢，你上次13檔都係咁贏，咁你今次慳咗好多嘢添。你抽3檔，你3檔咪冇贏過啊？係咪先？你喺季中你都係咁贏啦，係咪？咁所以呢隻值得再留意嘅喎。咁另外就肯佩斯啦，我自己會揀翻。咁肯佩斯我就覺得即係首先啦，咁佢泥地亦都唔差嘅。咁轉埋啲谷草，咁都唔係話特別咩啫，係稍為會覺得挑剔就係佢留得太，即係可能留得太後或者唔適應等等呢啲嘢成啦。咁不過咁樣我自己就肯佩斯，咁你都俾咗時間佢唞咗3個月啦。咁亦都只係做咗閹割手術啫，冇任何傷患記錄㗎。咁其實係我諗係俾隻馬唞咯。咁跟住唞夠啦，咁咪出嚟再跑咯。咁係唯一就係你話你上程咯，叫做真程跑多200米，咁睇下得唔得咯？呢啲即係始終即係你唞夠俾佢，咁試下跑多1400睇下點喎，我自己會揀翻。咁另外就農民瑞安啦，我諗初出馬自己都會留意嘅，因為其實佢跑馬啲試閘唔係冇細嘅，即係呢一場你諗下佢呢一組試閘嗱，大家可以睇下，其實出閘唔算話好快，唔緊要嘅，出閘唔算好快啊，慢慢咩咯。好啦，跟住轉到嚟彎呢個位，你大家可以睇睇。雖然佢唔係話好叫做未好成熟，你睇其實安瑞仁班德利都真係抽住腳成聽佢閃啊隻馬。你諗下佢可以保持到個同速冇問題，就係咁啫嘛。佢保持到同速先啦，起碼唔好講話散唔散。佢保持到同速唔散。咁當然啦，你8檔咁你要睇下你可唔可以貼埋欄啦。我自己覺得有時你初出馬冇條欄就冇噶啦，冇條欄就冇條欄。我自己覺得咁確係勁啊！佢頭先我有條試閘片都俾咗大家睇，咁唔緊要，我哋再
睇多次啦。咁就濕萬泥嚟嘅，咁啊試嗰課習，咁啊當然啦，咁你試濕萬泥習，咁呢啲就出到嚟考。咁如果佢係星期日變化地嘅，咁你可以睺下佢添，佢又咪係一隻未贏嘅馬，你交代。咁你睇下佢前面走甩咗，咁當然啦，佢如果用呢個跑法咧，如果真係唔係變化地就死硬嘅。咁睇下佢係咪可以喺變化地啦。因為其實我覺得佢末段係有少少力弱嘅。你線路英雄，我諗之後都出㗎啦。咁啊，所以就係咁樣咯。咁我咁就係咁咯。天福我就覺得等佢跑千二線或者等落班線，我自己會覺得。咁啊呢場馬我心水推介，咁啊自己會揀翻1號、3號一對線。咁啊另外6號啊，頭先就係話我嘅冷馬推介。咁啊8號馬開心老闆，希望我可以由大元破咗個萬滿數據先咯。呢啲就咁啊唔需要擔心。咁至於農民瑞安同確係勁，咁啊確係勁就睇下臨場係咪會變化地啦，有機會。咁至於農民瑞安，咁就見佢試閘 sharp 嘅，咁啊睇下佢能唔能夠出閘，可以即係就算唔快，都起碼可以貼住條欄跑先咯。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咁所以呢場馬嘅心水推介就1號、3號、8號同8號就係咯，呢3隻就最穩陣嘅，就係咁樣。咁啊1、3、8 3隻。咁啊改變咗個拍片方式，咁啊唔逐隻同大家睇啦，咁啊講下自己啲心水推介，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啦，咁啊歡迎你哋 share 俾自己，即係 share 俾對於賽馬有興趣嘅朋友啦，咁啊亦都即係改變咗個策略，咁除咗希望大家中意之外，就睇下會唔會嚟緊我有機會開個即係IG account 或者 IG account 就係講下馬，交流下賽馬心得啊呢啲嘢成啦。咁啊歡迎大家 lik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頻道。咁啊如果即係我改變咗策略之後，咁你哋有抄低我啲心水嘅，咁有贏嘅，咁啊歡迎咁啊恭喜大家，亦都恭祝各位就即係贏多啲，就係咁樣。